首先请各位前贤有麦克风，先把麦克风关成静音哦。恭诵太上清净经第一遍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常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静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，而心扰之；人心好静，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，而心自静；诚其心，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诚，欲未前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现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。所空既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既无。湛然常寂，即无所即。欲起能生，欲既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。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谓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即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，流浪生死，茫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。得悟道者，常清净矣。恭诵太上清净经第二遍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常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，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，而心扰之；人心好静，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，而心自静；诚其心，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诚，欲未前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现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。所空既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既无。湛然常寂，即无所其极。欲起能生，欲既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。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会化众生，
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谓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常清净矣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。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入灵山地。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三星地。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。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。天下神贵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木。九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。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宗序。混元古册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。无应山前对河童，因而要想回家去。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。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。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。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勤礼拜。常持聪明智慧心，收听邪人胡说话。劳酸一马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。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。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。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。赦罪三曹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。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。四位菩萨救众生，即令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化甲兵。搭救援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因而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力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女洪诗婷，弟子杨玄正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供
公转成，公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回向于向于祖祖先，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回向于女，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弥勒祖祖师，师，南海古佛，南南海海古古佛，佛，济公活佛，济济公活公活佛，佛，月会菩萨，月月会菩萨，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慈悲悲做主，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祈求求战战争争止止息，息，世界和平，世世界和界和平，平，祈求风调雨顺，祈祈求求风风调雨调雨顺，顺，国泰民安，国泰民国泰民安，安，世所至道，世世所所至道，至道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圣慈圣昭慈昭阁采纳，阁采纳，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尊勒尊佛，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弥生弥勒勒尊尊佛，佛，南南无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尊勒尊佛。佛。各位，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以及各位前贤大德。后学今天学习导读完毕，晚安。哦，很优秀的晚安前贤，晚安晚晚安，安，很优秀的前大师晚贤，安，很优秀的前贤，王护晚安晚晚安，安，护领任晚安，安，护领任晚安，红坛主晚安，主前贤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晚安啊，杨前贤晚安啊，晚安。红坛主晚安啊，感恩啊，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再见晚安，拜拜。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护领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、各位讲师、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